Hello，今日同大家去分享燥土不生金呢一句斷語㗎。咁我相信好多人學八字都會有聽過呢一句說話。燥土不生金，究竟係咪真嘅呢？其實呢一個就係好多人學八字最大嘅問題，淨係講理而唔去做實證。喺五行派嚟講，根本就冇呢一回事㗎。你如果用五行派嘅方式，實際多多去批命去實習，你就會知道，無論係咩土、濕土，抑或係燥土，都一樣會生金。五行派批命非常簡單直接，統一嘅標準，而且佢係邏輯科學。傳統八字有好多嘅古書、術語、斷語，再加上門派眾多，因此佢並沒有一個統一嘅判斷或者係標準嘅批命方法，所以先至會出現好多唔同派別嘅說法，而且出現一堆嚇人嘅術語，例如官煞混雜，就係代表女人婚姻唔好；傷官見官就會係為禍百端，基本上係冇辦法理解㗎。呢個亦都係八字學發展到今時今日，不但冇越嚟越精準，反而就亂七八糟，亦都好難怪八字俾好多嘅人認為係封建迷信。拜拜。